Fastlane Report 今日講咩好？今日同大家講三單新聞。第一單新聞，香港終審法院正式確認騷擾為普通法嘅侵權行為，醞釀咗10年，終於有個里程碑嘅判決啦。第二單新聞，有評論話香港教育樞紐唔能夠成為單一市場奇蹟，過度依賴內地生呢係有結構風險㗎。第三單新聞，香港穩定幣牌照發放揭示保守監管路線，銀行主導嘅數字貨幣體系慢慢成型。今日嘅題目咧係非常之豐富，亦都係我嘅老本行，又有法律啦，又有做過教育局嘅位啦，亦都係自己好中意投資加密貨幣嘅。如果大家準備好嘅話，我哋即刻開始今日嘅 Fastlane Report。大家早晨啊，我係 Mike，歡迎大家收聽今日嘅 Fastlane Report。今日係2026年嘅4月30日，呢個月嘅最後一日啦。我哋今日會睇三單對香港未來發展舉足輕重嘅新聞。第一單係香港終審法院喺年初正式確認騷擾喺普通法下係一個侵權行為，呢個咧係10年以上發展嘅法律上面嘅最後一步啦。第二，有學者咧撰文警告，香港嘅國際教育樞紐願景唔能夠建立喺單一市場上面，即係過度依賴內地生源。第三單新聞咧就係香港首批穩定幣牌照咧，就揭示咗一套以銀行主導嘅數字貨幣監管哲學，講明香港咧並非只要成為一個主要嘅加密貨幣樂園，而係要建立一個可信嘅數字金融中心。今集我哋會涵蓋法律政策、教育政策同金融監管3個範疇，每一個議題都直接關係到香港嘅國際競爭力定位。準備考 JRE 嘅同學，今集嘅分析框架對你哋相當有用。我哋即刻開始。先睇第一單新聞，終審法院確認騷擾係侵權人行為，普通法裡面嘅10年大躍進啦。新聞嘅事實係如下。2026年初咧，香港終審法院咧係一單 case 叫 Sir Elliott Cattery and Sons Limited against Samantha Jane Bradley 2026香港 CFA 2案中咧，正式確認騷擾 harassment 咧喺香港普通法下係一個獨立嘅侵權行為，即係一個 tort law 嚟嘅。呢個係香港發展嚟講咧係一個好重要嘅里程碑。其實有關騷擾侵權嘅法律咧，喺2013年嘅高等案院案件當中已經開始有討論㗎啦。當時法院首次探討同埋嘗試確立呢一種侵權行為嘅構成要素。今次終審法院嘅裁決咧，係對呢一個裁決超過10年之後嘅演進嘅最後確認。終審法院確認咗騷擾罪類必須有4大嘅構成元素。第一，有關行為咧必須係重複性 repetitive、不合理 unreasonable 同埋壓迫性 oppressive 嘅。第二，有關行為喺普通意義上面咧係構成騷擾，即是話 harassment in the ordinary sense。第三咧，騷擾者係需要具有意圖 intent， 或者對受害人咧是否因此受到精神困擾咧係漠不關心。而最後一個構成嘅要素咧，就係受害人確實要因此遭受精神困擾、焦慮或者恐慌，即係真係要有 mental distress 啦、anxiety 啦或者alarm 嘅。另外，終審法院亦都澄清咗2個重要嘅法律邊界。第一咧就係公司法人，即係 corporate person 啦，唔能夠成為呢項侵權行為嘅受害者。咁但係公司咧可以代表佢嘅員工，就針對員工嘅騷擾行為咧提出訴訟。第二就係呢項侵權行為咧，可以喺線上同線下環境都發生。換言之咧，以鍵盤戰線身份喺網絡上面進行騷擾咧，同樣係受到法律規範嘅。我哋好快去睇一睇香港、新加坡同英國之間究竟係點樣做騷擾嘅法例有關嘅法例嘅條文。香港我哋而家係透過普通法啦，啱啱啦，透過判例確立騷擾侵權，提供一啲民事補救，例如話禁制令或者賠償呢啲方案。網絡騷擾咧係受個人資料私隱條例起底嘅條文咧去補充規範。暫時香港係冇一個統一嘅刑事騷擾條例嘅，係冇嘅。
嗱，新加坡咧就有一條叫做 Protection from Harassment Act 騷擾保護法，佢就統一咗規管線上同線下嘅騷擾，包括咗刑事化嘅起底、doxing 嘅行為。咁仲有設有一個快速法院嘅申請程序，減輕咧嗰件事情嘅影響啊，對於個受害人。英國方面啦，Protection from Harassment Act 咧，1997年已經有㗎啦。咁隨後有啲網絡嘅犯罪法啦，等等咧，係將網絡跟蹤 cyberstalking 咧就列為刑事罪行，並且設有咧多種咧快速嘅保護令去保護受害人。事實就係咁啦。咁究竟今日又有咩深度分析同反思呢？其實今次嘅判決咧，對香港法律體系有深遠嘅意義。等我哋由4個角度去分析。第一個角度，普通法點演進呢？其實今次都能夠體現得到嘅。香港普通法傳統受基本法第8條所保護，允許法院透過判例咧 precedents 咧去逐步發展法律原則，而無需等待立法機關咧去通過一啲新法例。今次呢個裁決咧，可以話係呢個機制嘅典型示範，亦都係近年比較少嘅一個示範。呢個靈活性既係可以有優勢，因為可以快速回應新型社會嘅問題，但係其實都有佢嘅局限性，因為法律上嘅確定性較低，每個案件之間嘅結果可能存在差異。不過今次呢個案件喺終審法院嚟做咧，應該個差異性就會比較低。另外即係同一個分析角度底下，都要值得留意嘅就係一個行政主導嘅管治團隊底下，究竟即係行政、立法、司法嘅機關互相以往嘅功能，尤其是喺立法嘅功能，一啲相對上好似係新法例嘅功能，係咪應該留翻俾立法機關或者行政機關去提出呢？以往用判例去發展法律呢一個做法，喺個 common law 裏面嘅做法，係咪依然係繼續能夠保持落去呢？我哋要用時間去睇清楚。第二個分析角度，民事保護同埋刑事制裁嘅缺口。嗱，而家嘅侵權法咧，香港咧只係提供一啲民事嘅補救，即是受害人需要自己入稟法院、高等法院咧去申請禁制令或者索取賠償。嗱，咁對於一啲冇訴訟資源嘅受害人咧，或者好介意自己身份被暴露嘅受害人咧，係構成一個好直接嘅障礙嘅。相比之下咧，新加坡同埋英國嘅刑事化咧方式咧，可以令到警方可以主動調查，能夠提供嘅幫助同保護都係更加全面嘅。第三個可以分析嘅角度就係言論自由嘅邊界喺邊度？嗱，阿官就定義咗騷擾嘅定義為重複、不合理同埋具壓迫性。無可避免呢啲字眼咧，一定會帶有主觀性。喺應用個法律個 test 嘅時候咧，需要保護受害人免受騷擾，以及保障公民受基本法第27條保護嘅言論自由之間咧，取得一個合理嘅平衡。例如批評啊、抗議啊、新聞採訪呢啲具有公共利益嘅行為咧，其實唔應該被輕易定性為騷擾嘅。第四個分析角度就係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法改會嘅角色。今次判決好有可能加速法改會咧就統一網絡騷擾立法嘅研究步伐。喺起底條例2021年修訂成功落地之後咧，進一步建立統一嘅騷擾法律框架咧，係法律走向現代化嘅自然嘅一步。呢單新聞關事嘅政策局，包括律政司會因為要提到普通法嘅發展方向、檢控政策同法律改革之間要做協調。第二個法律改革委員會 LLC， 佢可能要研究網絡騷擾統一立法嘅可能性。保安局會負責網絡安全同埋網絡欺凌嘅執法方面嘅政策。私隱專員公署會負責個人資料保護同起底嘅執法。創科局就因為創科啦，咁就會做住網絡安全策略同平台監管政策咧，去俾 input。一啲審慎處理嘅要點啊，喺考試嘅時候，大家必須要去分得清楚咧，民事侵權 （civil tort） 同埋刑事罪行 （criminal offence） 嘅分別。今次咧判決只係建立咗一個民事嘅責任，並非將騷擾咧行為咧列為一個刑事罪行。第二個要審慎處理嘅地方咧，就係起底嘅相關罪行咧，係喺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164條裡面提及，而唔係今次判決所涉及嘅騷擾侵權。兩者並非來自同一個法律框架，大家唔好撈亂啦。第三個審慎嘅地方咧，就係公司法人唔能夠作為騷擾侵權嘅受害人。呢個係終審法院明確指出嘅邊界嚟㗎。喺討論機構或者企業保護嘅時候咧，就需要注意啦。
最後一個要審慎注意地方就係法律保護嘅訴訟障礙問題 （cost of litigation）。呢啲問題喺政策分析上面往往係唔能夠被忽視。我哋喺字面上有法律保護，但係唔能夠代表咧受害人咧喺實際上咧喺運作上咧都能夠獲到有效嘅保護。我哋必須要監察嗰個過程，究竟我哋想象中嘅嘢係咪真係真實咁發生喺現實身上？好啦，for JLE 啦，JLE 法律改革嘅議題咧，係 JLE 同埋特別係 AO 嘅考試裏面咧常見嘅議題嚟嘅。以下落嚟係大家可以一啲備考嘅方向。第一，留意翻香港普通法體系裏面個憲政地位，基本法第8條講到保留普通法。第二，去了解一下法律改革委員會 LLC 嘅職能，包括佢做嘅獨立研究啦，近期做緊啲咩啦，有咩做緊諮詢咧，建議啲咩改革啦。其實好多時候政府改嘅例都係因為法改會佢哋有個 study 開始去做。咁當然啦，法改會為開始做某啲 study 嘅時候，已經其實同局去 touch base 過，喂，我想做呢啲嘢喎，我有興趣做呢啲嘢喎，你哋會點睇啊？咁通常大家都係有個諗法，大家都覺得呢件事係需要處理先至會做。第三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咧，香港法例第486章喺2021年修訂咧，就將起底咧刑事化咗，大家不妨去睇睇嗰啲條文。第四，基本法第27條保障言論自由咧，大家需要將呢樣嘢同個人私隱或者騷擾保護呢樣嘢咧，係兩者之間要稱一稱，究竟邊一個係喺嗰件事上面咧係比較 dominant。第五，比較法律分析，我哋好多時候討論政策嘅時候，都要揾其他地方或者其他司法管轄區嘅數字又好、例子又好、制度又好、措施又好，我哋要做分析嘅。呢啲 comparative law analysis 咧，尤其是我哋同英國啊、澳洲啊或者新加坡去比較咧，往往係能夠令到你篇文咧係更加具體，或者能夠解得到你 argument 點解係 stand。最後一個啦，就係訴諸法院嘅障礙，呢個就大家都近年都不時都聽到嘅，就係 Legal A，究竟法援制度嗰個政策目的同埋個局限係啲乜嘢？當嗰個受害人所提出即係個訴訟嗰個對象係公營機構或者可能係政府本身嘅時候，大家都會有個諗法，有個擔心就係咁樣法援機制係咪一個可以持平嘅機制？咁我哋 so far 睇翻出嚟嘅時候，大家都係盡責嘅，即係我只係要問翻我要問嘅嘢，確定你係符合嗰個入息要求，或者其他上面嘅要求啦，我先至會俾嗰個法援去你嘅。咁呢個就係今日想講嘅第一單新聞，都講咗好耐啊嚇。第二單新聞啦，教育樞紐唔能夠一枝獨大，多元化係香港高等教育嘅生死問題。先睇新聞嘅事實摘要。2026年4月23號咧，聖方濟各大學一個助理教授咧喺南華早報發表評論，就香港國際教育樞紐嘅發展咧策略發出警告。佢話唔能夠單靠單一市場，必須走多元化路線。文章指出，本港8所公營嘅資助院校咧嘅知識轉移收入已經創下新高，涵蓋專利授權、技術轉讓同業界合作。舉個例子，即係大家成日係見到萬寧到屈臣氏賣嗰啲咩大學科研嗰啲中藥，都係其中一種嚟嘅。學生宿舍亦都成為咗投資資產，成棟樓被收購改建之後重新規劃油埋積，去配合日益龐大嘅收費學生群體。私人資本咧都察覺咗咧，一個政策制定者尚未完全表達清楚嘅信號，究竟香港教育咧係咪仲係一個即係公共財政資源嘅一個行業啦，還是係一個具增長潛力嘅商業板塊？喺課程方面咧，大政府就積極推動香港咧成為國際教育樞紐啦。各間大學就加速開辦一啲研究院嘅課程，以流行嘅科學為主，包括數據科學、金融科技同人工智能。但喺文章裏面咧就點出咗一個關鍵嘅隱憂，佢就話大量新增學額，尤其是研究院，而且主要依靠咧係中國內地嘅學生咧。香港對內地生嘅吸引力咧，其實只係在於地理上接近屋企多啲，同時有國際氣氛，課程用英文授課，校園感覺與國際接軌，呢啲嘢都係喺大量新增學額嘅時候，同時需要兼顧嘅東西。
文章咧用咗個類比參考，佢指出單一市場依賴咧，其實過去出現過啲教訓嘅。例如佢以旅遊業同零售業咧為案例，佢話講到高峰期內地客咧佔香港同日訪客嘅消費咧係差不多佔90%嘅曾經，但係當消費意願或者入境人數下跌嘅時候咧，整個行業就會即刻遁入困境啦。所以集中式嘅增長會帶嚟集中式快速嘅爆發，但係都會製造咗啲結構性嘅脆弱。咁呢個規律咧，撰文嗰位學者咧就覺得同樣適用於教育市場。咁我哋點睇呢？我哋覺得即係呢篇文章提出嘅係一個典型嘅集中風險政策問題 （concentration risk）。咁我哋有幾方面可以同大家一齊分享下我哋點分析嘅。第一個角度，國際化嘅實質同埋形式上面嘅分別。第一間大學可以有用英文教書啦，可以有好好嘅國際排名啦，可以有好多樣化、多元化嘅校園設施啦。咁但係若果學生主體嚟講都係來自同一個國家或者地區嘅時候，咁呢種嘅國際化喺本質上係唔係名副其實呢？究竟真正嘅國際教育樞紐衡量嘅標準應該係學生同教職人員來源嘅多元程度啊，定係要考慮課程語言啦，定係考慮埋啲建築設計呢？呢個好值得大家去諗一諗，你嘅國際化定義係啲乜嘢？第二個分析角度就係學費嘅收費結構依賴啦。嗱，研究院課程咧通常都係高昂嘅、貴嘅，係大學收入、財政收入嘅重要組成部分。我記得我讀書嘅時候就一個 master 咧喺 Hong Kong U 咧係12、13萬嘅啫。咁啊，但係近排望一望咧，全部都已經過咗20零萬字頭啦。咁但係就哇，讀完都唔知會有啲乜嘢即係唔好咁功利啊，不過都唔知會有啲乜嘢即係好啲嘅地方，咁係咪賺得翻咧？呢個都好大諗法。加上而家 AI 其實好多嘢都可以自己上網學嘅時候，即係咪純粹真係為咗張沙紙就覺得要去做呢樣嘢咧？因為都一係個好大筆嘅錢，攞嗰筆錢嚟做啲穩定嘅投資，穩定嘅投資嘅時候，可能碌好耐，其實嗰筆錢仲值得都未定。好，翻返嚟，如果內地生嘅比例過高嘅時候，一旦兩地關係出現波動咧，或者內地院校自己能夠不斷提升競爭力咧，香港各間大學個生源就會受影響，財政來源都會受到直接嘅衝擊。嗱，呢個唔係一個個別院校嘅問題，係成個香港高等教育生態嘅系統性風險。第三個分析角度，我哋又嚟比較其他地方係點做。嗱，新加坡咧就多元啲嘅，同樣係亞洲教育樞紐。新加坡嘅南洋理工大學同埋新加坡嘅國立大學咧，長期都係想做到多元化生源。佢積極吸納南亞、東南亞、歐美同中東嘅學生。咁呢種嘅多元化唔單止分散風險，更實質上提升咗校園嘅全球視野同研究合作廣度。數字大概係佢哋即係冇一個 dominant 嘅學生嘅來源，佢哋大概非本地生咧，大概都係有成5、6成嘅，但係佢哋就冇一個集中嘅來源。第四個分析層面啦，知識產業化嘅潛在風險。大學嘅知識轉移收入咧，同啲專利授權咧，固然能夠可以幫到大學去獲取一啲額外嘅收入，亦都能夠證明一啲科研能夠落到地商業化啦。咁但係如果我哋太強調商業化咧，大學裡面亦都存在住削弱某啲學術研究獨立性嘅風險，甚至可能扼殺咗某啲學術研究冇咁容易商業化嘅生存空間。嗱，大學嘅使命理應係做追求知識㗎，但係若果太過受商業邏輯主導咧，學術自由可能本身咧就會自己慢慢蠶食自己啦。嗱，最後一個分析角度，政策協調嘅迫切性。解決單一市場依賴問題唔係單單一個機構可以做到，起碼需要教育局、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即係 UGC、入境事務處就住學生嘅簽證政策，同埋各間大學去聯手制定一啲多元化嘅招募策略。呢個牽涉局與局之間嘅協調，難度唔低，但係都好鬼急。相關政策範疇，關事嘅局擺頭陣嘅應該係教育局啦，因為要考慮高等教育整體政策、國際教育樞紐嘅戰略為何。第二係 UGC，佢要做大學之間嘅資源分配、學位分配，院校之間要做表現評估，要做學額規劃。創科局要支援知識轉移、產學研合作嘅政策。入境處主要睇住學生嘅簽證政策。點樣可以吸引海外學生嚟香港同留喺香港同喺香港發展嘅行政配套？
香港貿發局要向海外市場推廣香港教育呢一個品牌，留學香港。財政司司長辦公室教育可以作為一種新型嘅服務業，去幫助香港去做啲經濟政策嘅定位。審慎處理嘅要點啊，例如就係切勿將一啲多元化策略簡單等同為減少內地學生。問題嘅核心咧係結構性依賴呢樣嘢脆弱，而唔係覺得由任何一個單一市場嚟就等於係負面呢種説法，所以大家要小心。第二啦，就係學術自由 （academic freedom） 同大學商業化之間嘅張力。喺討論高等教育政策嘅時候，唔可以忽視嘅咧就係憲制層面，基本法第137條保障院校教育自主呢條。咁大家如果有機會提嘅時候，不妨提一提。第三個審慎要處理嘅要點就係唔同嘅院校有唔同嘅學科，佢哋情況之間嘅差異極大。例如理工科嘅研究院嘅內地生比例可能遠高於人文科或者法律學科，一刀切政策好容易造成失準嘅。最後，知識轉移嘅活動商業化同核心學術研究之間兩者或者有啲基礎研究咧，係需要有啲好清晰嘅政策邊界，可以維持到大學嘅核心管理究竟係應該點做。就於 JLE 嚟講，香港作為國際教育樞紐 ，IRB 都曾經喺幾個月之前出過一份 PE 嘅 brief，Policy Express brief 咧，係特登講發展香港成為一個教育產業國際教育樞紐嘅。呢條問題就係近年經常出現嘅，經常出現話熱門嘅題目啦。其實點解會係咁樣呢？其實大家都不妨去諗一諗，點解無端端話即係俾書你讀，咪俾本地人讀咯？係咪真係多啲外國人嚟就可以令香港變得國際化多啲呢？其實還是背後有啲相似嘅嘢發生緊，大家又會留唔留意到呢？唔知大家留唔留意到政府呢幾年開始講緊話啊，我唔再加分定俾大學啦，我哋要 cut 學校分定啦，大學要自己揾錢啦，政府俾你嘅資助要做 matching 分配對基金，你揾到1蚊，我先俾1蚊你啦。又或者例如話好多 Kitty 卡啦嘅研究計劃、資助計劃、分定基金咧，就開始縮減啦，變咗大學教授要去揾 project、揾分定去做 project 嘅機會又細咗啦。睇嚟睇去都係似係唔能夠再 commit 得太多錢落去做大學，要靠大學自己做商業化去賺翻多啲錢，去營運自己嘅即係嗰間大學啦。咁可能其實即係發展教育樞紐都可能係基於同樣嘅原因，就係因為我而家開 master 都唔夠啦，賺20幾萬都唔夠啦，我要再賺勁啲嘅，我要再賺遠啲嘅，咁嗰啲賺埋外匯可能更加好。我唔知道啊嚇，咁但係我哋宿位係唔夠。翻嚟呢度 JLE 留意啲咩咧？留意翻大學UGC 嘅職能啦，包括佢要資助嗰間大學個機制係點啦，佢啲TG 係點啦，啲教學資助撥款係點啦，同埋例如話 RGC 做研究資助局嘅嗰個措施係點樣？要留意施政報告裡面嘅教育政策啦，例如打造國際專上教育樞紐裡面具體措施有啲乜嘢，睇足呢一年緊做咗啲乜嘢未做，mark 翻低佢。基本法第137條啊，各類院校可以按照原有辦法繼續辦學，保留學術自由。咁第四樣嘢大家需要留意喺 JLE 嘅時候就係多元化咧本身係個政策設計原則嚟嘅，因為呢個咧係一個風險管理 risk management 嘅角度，我哋要了解呢樣嘢其實有其必要。咁所以喺 JLE 嘅時候答 JLE 嘅時候就設計 one-sided analysis 啦，費事企得大邊，一定要諗左諗右企中間。第五個可能大家可能會諗到嘅咧，就係講北部都會區嘅發展策略。大學城就有㗎啦，嚟緊會咁新大學城嘅校園選址同教育基礎設施規劃咧關係，大家都要去睇一睇，收到幾多生，住到幾多學生，開到啲咩課程，有乜嘢係同大灣區大學一齊合作嘅。比較嘅嘢當然都需要啦，大家去睇睇新加坡嘅高等教育佢嘅多元政策，佢哋叫 Global Schoolhouse 嘅戰略究竟係點樣啦？咁呢個就係我哋今日要講嘅第二單新聞。最後一單新聞啦，我哋講翻啲財經嘅新聞。穩定幣牌照揭示咗香港保守監管嘅哲學，用銀行為主導嘅數字金融體系。新聞事實係如下㗎。2026年4月23日咧，有研究員喺南華早報裏面撰文咧，就去分析咗香港首批穩定幣牌照發放背後嘅策略含義。佢認為香港首批穩定幣牌照發咗俾兩間機構，分別係匯豐銀行同埋由渣打銀行牽頭組成嘅合營企業 Anchor Point Financial。文章嘅核心重點講咩咧？佢就係話排放咧，
牌照咧唔係排放，牌照已經發放，唔係淨係講呢個事實，而係要諗諗究竟俾咗邊個同冇批俾邊個。嗱，首批牌照原本預期喺2026年3月底發出㗎，咁但係監管機構咧延遲咗，唔急推出，去到批准最後公佈嘅時候咧，獲益嘅咧竟然就唔係加密貨幣嘅原生挑戰者，而係具有資產負債表公信力、監管合規經驗同埋龐大分發網絡嘅銀行聯繫機構。咁呢個都唔係第一次發生㗎啦，呢個係一個好常見喺香港嘅一啲財金政策嘅後果嚟嘅。嗱，先睇睇有啲乜嘢機構發咗個牌照先啦。匯豐銀行就話佢計劃喺今年下半年推出港元穩定幣，將佢整合到 PayMe 同埋其他嘅流動銀行平台。咁第二啦，初步應用場景佢哋會覺得係點對點嘅轉賬啦，P2P 啦，咁商戶嘅支付啦，認購代幣化嘅投資產品啦，呢一步係都幾難做，因為你要市面上肯收加密貨幣，咁講嚟講去都仲係 BTC 啫，咁其他嗰啲都應該都未可以話收到啦，ETH 同 SOL 嗰啲更細嗰啲應該都難啦。第二間獲批嘅機構咧就 Anchor Point Financial 由渣打銀行去牽頭合營嘅，咁都獲批首批牌照啦。咁就係如果穩定幣能夠規模化，能夠成為支付、庫務或者代幣化證券嘅結算嘅時候咧，咁對於香港成為跨境金融中心咧係有好大嘅戰略意義嘅。好啦，有咩分析，有咩反思呢？嗱，香港穩定幣牌照嘅發放方式咧，政府呢套做法咧，其實可以話係深思熟慮嘅。咁如果你理解佢香港金融政策嘅走向咧，你會覺得其實佢咁做法咧都幾 enlightening 嘅。我哋喺以下嘅角度去分析。第一，可信性先啦，定係我講速度先？呢個係監管取向嘅分別。香港 MA 咧，金融管理局一貫都係用謹慎、循序漸進嘅監管風格著稱嘅，喺全球上面擁有豐富嘅危機管理經驗。無論98年嘅金融風暴啦，還是08年、09年嘅金融海嘯都係。嗱，今次以傳統銀行、匯豐銀行同渣打銀行為首批受益者咧，其實係應該想喺創新同埋系統穩定之間咧攞到個平衡，係特登做嘅，而並非創新能力不足，排除一啲唔係太大嘅機構在外。第二個分析角度，就係香港同埋一啲對加密貨幣友好嘅競爭對手，佢想做個錯位嘅定位。嗱，部分司法管轄區，例如迪拜又好、薩爾瓦多又好、新加坡又好，其實係用極度開放嘅態度去吸引一啲加密機構嘅。嗱，香港就選擇咗完全唔同嘅路徑。嗱，我歡迎數字貨幣創新，但需要喺受監管嘅傳統金融體系框架裏面進行。咁呢條實際上係爭奪緊唔同類型嘅金融機構，你究竟係揾機構投資者啊，揾傳統銀行啊，還是揾散戶加密投資者等等？咁呢個喺今次呢件新聞裏面，政府做咗個好明確嘅選擇。第三個分析角度，港元穩定幣嘅地緣政治含義。嗱，如果港元穩定幣能夠成功喺本地支付生態系統裏面落地咧，好似匯豐話喺 PayMe 咁樣嘅講法啦，香港其實有可能成為亞太區裏面咧數字貨幣結算嘅重要節點嘅，繼新加坡之後，並且為離岸人民幣嘅業務咧數字化提供咗新嘅基礎設施。咁呢個牽涉咗國家金融戰略裏面嘅角色定位，值得大家去深思。第四個值得分析嘅角度咧，就係金管局都同時間推緊數碼港元，咁所以究竟中間嘅政策協調係點咧？大家都需要留意一下。嗱，同私人銀行發出嘅穩定幣喺功能上面咧，係一定會有啲重疊㗎啦。咁但係兩者點樣定位、點樣共存咧，係監管機構需要清晰回應嘅政策問題。嗱，簡單嚟講，穩定幣係私人銀行發嘅數字貨幣，而數碼港元就係政府發行嘅法定貨幣裡面嘅一個數字形式。最後一個分析角度啦，究竟邊個掌控個管道，其實往往喺未來就會係掌握到個資金流。其實個重點係啲咩咧？呢件事其實穩定幣能夠規模化咗之後，係會成為其中一個金融基礎建設設施嘅管道 plumbing。喺呢個 plumbing 嗰度咧，你可以做結算，可以做支付，可以做跨境匯款，可以做代幣化嘅資產交易。呢樣嘢咧，
係會令佢嗰個服務提供者咧能夠掌握咗加密貨幣呢類工具嘅呢個管道。嗱，本質上其實即是咩咧？而家俾咗匯豐同埋渣打做嘅話咧，其實只係確保咗監管機構即係金管局確保咗喺數字金融體系發展嘅期間咧，佢依然維持咗係用傳統銀行咧作為一個保持視野同保持控制嘅有效工具。咁啊，即係呢個角度去睇係咪創新，係咪唔創新咧？唔俾新投資者入，即係靠翻啲本身嘅大行，係咪一個創新嘅行為？係咪一個 innovative 行為咧？就大家各有各嘅睇法啦。嗱，相關政策局啦，香港金融管理局 MAFSTB 底下，佢要去設計、要去執行嘅穩定幣監管制度，要進行數碼港元嘅推進。財政司司長辦公室要去做整體戰略定位，關於香港繼續維持成為國際金融中心。FSTB 要做金融監管政策協調啦，虛擬資產服務商 VASP 條例嘅立法工作啦。證監會 SFC 要做規管虛擬資產交易平台監管啦。保監局同強積金管理局要留意翻穩定幣喺保險同埋喺退休金市場嘅潛在應用。審慎處理要點有幾個嘅，第一個大家必須要分得清楚三樣嘢：穩定幣、加密貨幣同埋數碼港元。嗱，穩定幣係私人發行嘅，係同法定貨幣有掛鈎，後面係有保證或者冇保證，價格相對上比較穩定嘅。如果冇脫鈎嘅話，第二就係加密貨幣，例如比特幣、以太幣呢啲係冇掛鈎資產嘅，佢後面有高度嘅波動。不過又唔一定係冇嘅，通常係有啲比特幣就冇啦，但係有啲比較細啲嘅加密貨幣咧，佢係自己背後又會有另外一個穩定幣喺度去 back up 住佢個加密貨幣。咁等人哋去衝擊佢個加密貨幣嘅時候咧，佢都可以用翻相應嘅佢自己嗰隻穩定幣咧去對沖翻嗰個買賣盤，咁令到佢嗰個維持到喺同美元個 peg 上面。咁第二，我哋都見過有幾單 case 係做唔到嘅，脫咗個 peg 嘅之後就大家就血本無歸啦。咁啊，除咗穩定幣加密貨幣之外，第三個咧就係數碼港元啦，係一個央行發出嘅數字貨幣啦，係政府發行嘅。呢三個要分得清楚，唔好撈亂。第二樣嘢，監管嘅保守唔等同係純粹保守主義或者拒絕創新。MA 今次咁做，其實你要了解佢個政策目的係想做到創新之餘，能夠維持金融系體嘅現在穩定，確保消費者嘅消費係受到保護。咁所以佢揾一啲基建較良好、track record 較良好嘅大行去做咧，亦都冇話太過分嘅。第三，反洗黑錢同反恐怖主義融資 AML 同 CFT 嘅合規要求係任何金融創新嘅底線，一定要守得住。我哋講金融政策嘅時候係唔能夠忽略 AML 同 CFT 嘅。第四就係穩定幣咧，監管牽涉多個監管機構，大家應該要喺政策分析當中講明嗰個機構嘅政策邊界係點，避免混淆。呢啲去監管機構網站睇下佢哋有做啲乜嘢，就應該可以知道啦。你呢度唔嘥時間講。最後去睇睇 JRE 嚟講出呢啲金融科技監管問題嘅時候，究竟應該要點處理？首先你應該要熟嘅就係香港金融監管架構有邊幾個有邊幾個持份者啦，由 Hong Kong MA 啦，因為佢睇貨幣、睇銀行啦，睇證券有 SFC 啦，睇保險有 Insurance Authority 啦，睇強積金有 MPFA 啦，留意翻佢哋嘅分工係點樣，睇下佢哋嘅年報，講佢哋嘅未來一年嘅策略係做啲乜嘢。金融科技2025嘅策略當中，大家都要留意究竟 MA 點推動銀行數碼化嘅政策框架啦。特別留意到佢提出咗一抽嘢，話係幫老人家嘅。咁第三個咧就係要留意翻2022年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修訂條例裏面咧，其實處理咗虛擬資產服務提供商 VASP 嘅發牌制度。亦都要留意翻數碼港元嘅研究計劃嘅政策背景，究竟零售型同批發型嘅央行數字貨幣有啲咩分別？比較都係要做㗎啦。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同新加坡、倫敦、紐約甚至杜拜嘅監管路線嘅差異喺邊度？另外一個常講嘅technical term 就係啲監管沙盒 regulatory sandbox 嘅機制，例如香港 MA 佢整咗個 FinTech Supervisory Sandbox，留意下呢啲 sandbox 嘅設計目的係啲乜嘢，又希望做到啲乜嘢，效果又係點樣？呢個就係第三單新聞。各位 companion，我哋今日講咗三單新聞，三種都係
自然不同，咁但係其實有彼此都係互相呼應，因為佢哋都係審視咗香港喺啲制度上面點樣建設。法律上面普通法透過判例、透過 precedent，我哋去演化，為網絡時代嘅個人保護提供咗一啲新嘅法律武器。喺教育上面咧，教育樞紐嘅野心係需要建立喺多元同可持續嘅基礎之上，唔能夠依賴單一市場。呢個牽涉咗教育制度嘅制度建設。金融上面穩定幣嘅保守監管路線，雖然可以揭示咗香港而家仍然選擇可靠，而唔係純粹選擇速度。咁但係呢個都係我哋金融系統建設嘅策略優勢。如果你淨係準備考慮考 JRE 嘅時候，我建議你今日將呢三個議題擺喺香港嘅國際定位呢個大框架底下思考，喺法律、教育、金融呢三個維度上面去諗諗香港點樣喺滿足本地需要同埋國際期望之間尋求到一個最佳嘅政策平衡。呢個問題嘅答案呢，我相信就係香港嘅競爭力核心喺邊度。如果大家覺得今集或者 Fastlane Report 咁多集嘅內容能夠幫到你去了解多一啲有關時事新聞同埋佢哋背後嘅含義嘅時候，我希望你去 follow 我哋嘅鐵飯碗嘅頻道，去 IG follow 我哋鐵飯碗嘅 IG， 上我哋鐵飯碗嘅網站睇下究竟我哋有咩 bundles 同 modules 可以協助到你，可以同你同行，我哋可以考得好嘅 JRE。如果你中意嘅，都請希望你可以分享俾每一個正在努力嘅同路人。今日我哋講嘅係咁多，我哋下一次再見。我哋會繼續用最快嘅速度為你帶嚟最有用嘅政策資訊。大家 have a good day，拜拜。